提示大家行动电话请关机咱准备心来敬拜。为何咱需要这个大降节的权？这番贴切咱永生的上帝，以永远的疼甲关怀，利用贴切咱上帝的疼甲关怀不断的更新。拉着是贴切咱耶稣是基督带来的福音，光照人类。为虾米咱要点这支蜡烛？第一支蜡烛提起咱望的光，亲像犹太人对巴比伦治掠归回，对上帝的讨棒甲望有极大的讨棒甲帮助有极大的望。全地就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面前。恁着知影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懊恼入伊的院，着感谢伊懊恼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这时，咱来吟圣诗273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请起立，咱来吟全首。至尊的主宰。
咱悠然徛伫，同心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流胎，对在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壁倒入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伫城中复活，上天。他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公共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救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来启用经文第39篇。伫将来的日子，上主的殿的山会建伫伫正山的顶面，比拢总的山岭较悬，这声万国拢会依我来归依。万民会来讲，咱来去上主的山，做上帝的殿，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互咱通行伊路道路。律法会对锡安发出，上主的话会对耶路撒冷传开，伊会伫列国中实行审判。伫万民中排解纷争，因会将刀拍做犁头，将枪拍做镰仔。即国无搁野刀攻击迄国，嘛无搁学战争。雅各的家啊，就来，就靠上主的光来行。这时，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甘心臣服在你的脚前，因你的爱吸引我们归向你。但我们常常在暗处得罪了你，在无知的当中得罪了你。求主除去我们肉体的软弱，帮助我们朝向圣洁，脱离卑贱的事。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救主耶稣成为我们万事的福气的源头。求主用宝血洗净我们，求圣灵更新我们，恢复我们和你中间破碎的关系。主啊，我们欢迎圣灵就在我们礼拜当中动工，使我们可以借着诗歌、敬拜、祷告、信息，与主有美好的团契，享受主的同在。求你的膏摩你差来的使者，使他说出的话带着圣灵的能力，句句针对人心的光景，满足人实际的需要。也求主开通我们的耳，借着主你的仆人林耀熙牧师的正道及广福牧师的传道的分享，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
使我们成为遵行主话语而蒙福的人，能够日日重新得力。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来恭敬上帝的话。圣经伫马太福音24章36甲44节。我即卖用现代台语汉语本来读。关系迄个日、迄个时，无人知；天顶的天使毋知，囝嘛毋知，只有爸知若定。因为人子的来临嘛会亲像挪亚时的情景，大水来以前，到挪亚进入大船迄日，人照常饮食过带，因糊里糊涂拢毋知，大水忽然来，甲因拢冲走。人子的来临嘛会安尼，迄时有两个人踮棚里，一个收接去，一个放地。两个妇人人伫画磨间伫画石磨，一个收接去，一个放地。着警醒，因为恁毋知恁的日的主啥物日会来临。恁着知，伫家的主人若知影暗时几点贼仔会来，一定会警醒，毋互贼仔乌壁空入来厝内，所以恁嘛着准备便便，因为人子会伫恁想袂到的时阵来临。我现在用和合本来读。但那日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临也要怎样。在洪水以前的那些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来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一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两个女人推磨，一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你们要知道，一家的主人若知道晚上什么时候有贼来，就必警醒，不要贼挖穿房屋。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以上就是咱来请主语学来学咯。要学咯的诗歌是爱主你的神。
好，我们再次鼓掌，谢谢主日学的赞美，我们将荣耀归于上帝哈。好，这时咱请咱的牧师来讲道，要讲道的题目是期待与盼望。孩子平安。咱真感谢带注意到的学生带领咱同齐来学了上帝，嘛提醒咱就应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听主咱的上帝。咱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伫主你圣的主日，特别是今仔日是大降节第一主日，愿你的神搁一届重新来唤起阮，互阮会通真正用着真心、真性、真意、真力来听主，互阮伫阮的日常生活中真正会通活出主你爱阮所活出迄款安尼的生命的见证。互侪人看见阮的生命会改变，就将一切眼光归伫你，也欢喜来跟随主你，来甲阮平平领受对主你来的施恩赐福满满。但愿即时伫即个时阵，愿你的话搁一届来进入伫阮的心中，来提醒阮、帮助阮，互阮会通哪来哪学习主耶稣的款式。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安尼祈祷拢上过做基督圣名，阿免。今仔日是迄个大降节的第一主日，也是感恩节。感谢上帝，互阮安尼伫咧即一年内面，咱虽然有经历侪侪遮的波浪，但是伫咧主的恩典甲保守下面带领。咱拢有主的平安来充满伫咱的中间。也头拄咱也感谢着陈安恁爷伫咧即个礼拜一开始就带领咱来点到即个大降节的第一主日的即个第一期蜡烛。伫咧即个中间，伊也来讲起伫咧咱周末嘛共款有牵出着即个点到即个大降节第一期蜡条的即个意义。对着即个大降节，安尼点到即个第一期蜡条开始了，教会的节期就搁共款，搁转来到伫新的一轮。咱伫咧今年拄好搁转来到伫即个即个循环的甲年吼。所以咱的即个经文，若是用伫咧福音书的顶面，也就是用马太福音来称做咱的即个。主要的经文的经段内容，要互咱透过着咱安尼伫咧即个大降节，咱一开始，咱搁一届来等待耶稣的即个再临。伫咧自从耶稣伊国活了，每一年基督徒安尼伫咧即个大降节伫遐咧等待耶稣的即个再临。有人因为耶稣的即个再临，安尼。咱讲安尼一直拢无来临，就感觉，互因感觉讲安尼真失去，也是讲安尼真失望。连耶稣的门徒伫咧当主耶稣伊要上天进前，也捌问过耶稣同款的问题。伊伫遐问的是问啥？伊讲主啊，你要伫咧你伫迄个即个时阵。将主权恢复，互以色列事无。门徒伊伫遐期待耶稣的，甲耶稣伊真正来到即个世间的迄个目的，确实无共。耶稣伫迄中间，伊真坚决来回应即个门徒，安怎讲？伊讲，迄个培养家己的权柄决定的时间甲机会，毋是恁通知。恁会得到能力，直到天边海角，为着我做见证，等等这的话。但是咱若注看，耶稣伊当伊安尼讲了，一直到现今这个时代，并毋是所有的人拢照着耶稣伊当初是伫咧即个要上天进前，伊所讲起的即个大使命来为主做见证，来伫遐安尼。
做一个基督徒应该爱尽的迄个本分。反正咱会通看见的，就是自耶稣伊国外一直到现今，咱会通看见犹原有侪人，伊伫遐安尼用心计较，伫遐安尼侪伫遐来计算啥物货？末日啥物时阵要到？因是根据着但以理书以及即个启示录内面的即个启示性的即个预言，伫遐安尼坚持主张即个圣经的预言，一定会伫因所讲的迄个日子来伫遐来实现。耶稣也会伫咧迄个时阵，搁一届再临。就算讲迄个一再伫遐咧延迟的迄个再临，直到甚至因进前家己所讲的，伊所做的解说，落尾拢不断伫遐互人证实讲，迄个因所讲的是错误的。但是并无因为安尼就来互安尼阻止一寡人继续伫遐咧行即条的道路。什么款的道路？就是伫遐咧摇，伫遐咧安尼，伫遐咧主张讲耶稣再临的日子。今仔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文内面呢，伫个第36节内面，伊伫遐讲起着啥？伊讲关系迄个日、迄个时无人知，天顶的天使毋知，囝嘛毋知，只有爸知那定。伊拄咧显示即个安尼伫遐安尼用着家己的意思，伫遐咧试探上帝迄个奥妙伊的计划的即个人。这个人因迄个，咱会通讲，因伫咧迄个灵性上是遐尔诶，咱讲傲慢，自高无比。因为伫咧经文内面就真清楚讲起讲，因为连弥赛亚嘛毋知影迄个末日啥物时阵要到，连天使长嘛毋知影天父的即个旨意。遐个人以为家己会通安尼伫遐咧，咱讲玩弄迄个圣经迄内面的遐个数字甲着侪遮个，咱讲隐晦的遮个语言，遐个温密的遮个语言，以为家己发现连耶稣都毋知影的即个奥秘，真通讲咱也用较严格的话来讲安尼是真愚妄的代志。今仔经文第36节内面，其实还有一个更较要紧，就是有一个第二项的真重要的即个信息，就是伫咧即个第一世纪末的时阵就开始来出现安尼，咱讲迄个叫做幻影说安尼的即个异端的即个安尼传说因为因伫遐总是有侪遮个基督徒真恶地相信讲耶稣伊是一个完全的人。因的理由是啥？当即个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第二位即个圣囝耶稣伫咱的中间，伫遐咧生活的时阵，伊一定的确有迄个安尼，迄个超自然的迄个知识，甲着伊的迄个困难。伊无受一般人类的迄个情感所影响，伊嘛袂感觉有任何的即个忧虑，因为伊知影未来所有一切代志的迄个结局。所以咱会通看见伫咧咱的圣诗内面的即个尼西亚圣经，尼西亚圣经甲着迄个叫做加克顿的即个圣经内面，伊就要来纠正即个错误的即款的概念，伊伫遐主张啥物货？伊伫遐主张讲耶稣是迄个完全的人，也是迄个完全的上帝。这个就是咱逐礼拜咱伫遐咧读到的即个使徒圣经内面咧讲起着，耶稣是迄个完全的人，也是迄个完全的上帝。意思就讲耶稣伊的神性，伊并无因为安尼。伊的迄个神性无有来讲，咱讲贬低耶稣伊的迄个人性的迄个部分。伊甲咱共款，拢是一个真正的人，无伊死的时阵，伊死伫咧十字架顶。咱要讲就诚做一个
真残忍的骗局。因为今仔日咱所领受的这个经文内面，拄好伫咧这个所在为着咱来做这个作证，一个真有力的迄个作证。因为耶稣伊毋知影所有的代志。伫咧这个所在，如果耶稣伊若毋是迄个完全的人，安尼伊顶伫咧十字架顶，伊既然伊都毋是完全的人，伊是完全的上帝的时阵，安尼顶伫咧十字架顶，迄款的痛痛就无功效，因为伊是完全的人。意思到伊伫咧十字架顶，伫遐承担众人世间人的罪，迄个安尼，迄个承担才会成做一个有果效。所以咱通看今仔日咱的经文内面，煞接伫咧这经文伫遐，伊伫遐强调着耶稣伊再临的时阵，也是一件咱讲叫做出乎意料的一个事情。较亲像迄个。咱前一阵啊，迄当阵咱安尼台湾安尼有安尼真侪所在落了大雨，比较有人安尼去互即个安尼种山洪爆发了，去互冲去，安尼迄款的代志发生。耶稣伊的迄个再临是咱讲出乎意料的，亲像即个洪水共款安尼席卷而来。互遐个原底伫遐安逸、无有准备的迄个世代，安尼雄雄安尼临到伫迄个世代，就较亲像即个迄个咱今仔经文内面讲着，迄个园的内面有两个人伫咧园的内面，一个受接去，一个放咧。两个妇人人伫下幕间，伫下幕一个受接去，一个放咧。伊即两个。所呈迄个呈现的迄款的影像啊，伊拄好是一个共款的代志，就是当弥赛亚来临的时阵，因还搁伫遐咧为着因每一日的工作，伫遐咧trava磨，伫遐咧忙碌，直到因安尼讲未赴最好进入天国的迄个准备，只有遐个。安尼准备好的人，才会通安尼进入。所以咱若伫咧即个经文的后壁面遐，伊伫遐讲起着讲迄个讲恁着知，即家的主人若知影暗时几点贼仔会来，一定会惊醒，袂互贼仔乌壁空入去迄个厝内。伫咧迄个经文的一开始的所在，伊伫遐佫讲起着讲安那。比如讲，一个受接去，一个是放地。伫迄个所在，迄个接去，伫迄个所在，那亲像迄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7节内面，伊咧讲起迄种咱讲背题迄款安尼迄款的情景。但是伫咧咱今仔日所领受即个马太福音内面，伊所使用的迄个字句。应该是咱讲被接纳去，一个受接去安尼，迄是被接去啊。迄种遐准备好的人，安尼会通得到接纳，安尼进入伫即个弥赛亚的即个国度的内面。所以咱就会通看见伫咧即个43节内面，是一个。到伫咱头看的即个经文43节内面，上通常伫遐咧描述着即个弥赛亚迄种真意料之外的迄个降临的迄款的异象。所以咱所有正兄弟，伫咧咱今仔日咱伫遐领受即个大降节第一主日的即个经文的时阵，咱伫咧即个咱减有伫咧即个主日开始，咱开始有去。安尼好好来去警醒，咱伫咧，咱敢有是迄个已经准备好的遐个迄群人，至到互咱有机会通好来伫遐来安尼受接纳，进入伫即个弥赛亚的即个国度的内面。是咱游玩，咱继续伫遐每一工伫遐为着咱的工作，伫遐咧trava磨，结果咱袂赴来安尼。
咱讲最好进入天国的迄个准备遐个人。可耶稣伫遐咧呼召咱每一个人，参与伫咧伊国度内面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复兴的即个事工，咱敢有欢喜伫遐安尼欣然的回应吼，主对咱的呼召？就较亲像牧师不断伫咧咱的中间伫遐讲起着咱安尼伫咧即个圣诞节的即个圣诞月，咱有做事工，咱期待众兄弟会通好来伫遐来参与伫咧遮个事工。上帝伫咧你的心内伫遐咧拍门，咱有欢喜来回应主啊无？咱敢有当咱不管是伫咧教会，也是圣经内面对咱讲起，甚至圣神伫咱的心内伫遐来对咱来伫遐来不断伫遐来对咱讲话时阵，咱兼有欢喜来回应咱的主讲我伫遮，请找我。所以今仔日咱真欢喜会通邀请到台湾基督精兵营的即个协会即个宣教师广福牧师伊要伫咱的中间来分享分享伊怎样伊领受上帝的呼召，去到伫即个缅甸的即个所在伫遐宣教的即个服侍，也会通帮助咱，互咱会通搁一摆来为着因的服侍，安尼来献上咱的关心、代祷甲奉献。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无安尼伫咱的日常生活中消灭圣神对咱的迄款的感动，乃是咱欢喜来回应咱的主对咱安尼迄款的呼召。即时咱要来请广福牧师来到伫咱中间来分享。真感谢上帝，互我有机会当来到咱南洋教会来分享有关阮伫缅甸宣教的即个服侍。我先自我介绍吼，我的名叫做广福，总之即个名是有改过，因为伫缅甸宣教的关系，迄是一个不教的国家，所以因无欢迎宣教师伫迄个所在做宣教的事工，所以用即个名来做一个保护。总是我本身也是由台湾新学院毕业，我甲吴新涵牧师是同班同学，伫咱台北中会受到差派，甲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联合差派，阮全家去到伫缅甸做宣教的事工，已经有将近10年的时间。总是伫这10年的时间发展的过程中间，有侪的故事，上帝恩典的引带。实在是真，互我感觉讲，上帝奇妙的带领，实在是互人料想袂到。总是伫2020年，另外一个佫料想袂到的代志发生，就是即个疫情来爆发。到伫2021年的时阵，大家拢知影，缅甸有发生一个军事政变，就是军事政变。伫2021年的时阵，所以记到伫迄个时间无法度，就爱先暂时撤退，转来到伫台湾。即马伫遮咧听候签证，佫有机会转去迄个所在服侍。总是感谢主，伫明年伫上帝引带内底，阮有一个新的计划，当佫转去迄个所在来服侍。虽然阮是总会甲台北中会所差派的宣教师，总是即个经费甲募款拢是家己来啦吼。所以咱伫周报内底看到即个台湾基督精兵协会，就是负责帮助阮募款甲即个后勤行政的一个真重要的单位。其中这个周报内底也有放一个，阮明年新的计划，就是要前往缅甸曼德勒这个所在来做青年宣教的事工。简单讲，就是要伫迄个所在开拓一间缅语的教会啦吼。所以这是上帝一个真大的引带甲带领。总是伫这个过程中间，也感觉讲实在是无简单啦吼。因为对我来讲吼，因为我带2个细囝。即张相片内底，阮大汉后生甲细汉后生今年拢10岁、6岁，甲我的父亲人伫迄个所在做宣教的事工。伫分享的大先先介绍缅甸的一寡基本数字啦吼，这5个数字咱大家当先来看者。第一个10就是根据联合国统计缅甸是到目前为止排名全球第4名，有系统性、有系统性破坏基督徒的国家。什么叫做有系统性？都是因为政府
会帮助遮个人来迫害基督徒啦。就是有系统性的，毋是乌白掠的吼，毋是乌白掠的吼，这是排名第4名。即到目前为止，咱知影缅甸也是一个无欢迎宣教士基督徒的国家吼。过来19，就是因的土地大咱台湾19倍大，非常的大。啊，85就是85%的人拢信奉即个佛教，哦，140是因的民族，哦，因的民族济甲有140个，5700万的人口吼，伫个所在，啊，伊的文字真水啦吼，你看。有像迄个视力检查表吼，就是那些安尼向左向右。啊，阮学习这个缅文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也让用缅语讲道，所以伫迄个所在要来开拓一个缅语的教会吼，望上帝引带。今仔日我所要分享的题目是无愿意去的所在吼，无愿意去的所在。这张相片是演过阮伫2012年的时阵，伫咧一个缅甸真庄卡的所在服侍的真正相片。哦，毋是网络顶面抓落来的吼，是我翕的。其中这2个人就是阮教会的青年，哦，所以你当想象，伫迄款的所在，阮的青年咧耍的，就是跳落去鹿竿毛内底，像猪仔囝安尼吼，伫滚来滚去。啊了后，就跳落即个河，即个溪水内底游水游过去对岸，就规身躯拢清气吼。啊，这就是阮的日常生活，阮的娱乐然后兴趣跟嗜好，总是。要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吼，毋知伫咱的生命内底，敢有你无愿意去的所在啊无？毋知影像即款的所在，敢是咱无愿意去的所在？叫你跳落去鹿竿嘛内底高咧吼，啊收水起来伫岸边佚佗，毋知咱像即款的兴趣娱乐，大家敢有兴趣啊无？我想伫咱的生命中间吼。一定拢有一寡所在是咱无愿意去的，也无想要去的，吼。所以真侪人问我讲，啊，你哪会想要去缅甸？甚至有人问我讲，啊，你一定是缅甸华侨的？我毋是，我台中人，我正讲台中出身的吼。啊，你哪会想要毕业了后，要去缅甸迄个所在去做宣教的事工吼？我想亲像听到咱牧师甲咱讲的，迄才是上帝一个真奇妙引带。就是互咱去回想着讲，上帝为着咱人，差派伊的独生圣囝，伫即个节期内底为咱降生，迄款的付出，迄款的为着咱世间人无惜性命，迄款的精神吼，侪宣教师已经伫咱头前，用因的性命奉献伫台湾，互咱看到。我想现此时咱台湾领受真侪恩典，什么时阵咱会当亲像遮个宣教师共款？学习因的精神，学习因的性命，亲像因学习耶稣基督同款，来为着这个世间也未信耶稣的人来付出。哦，所以我想，虽讲伫咱的生命中间有侪是咱无愿意去的所在，总是着的确回应上帝的呼召，确实重要。所以经文跟咱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上帝。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是约翰福音所记载，耶稣对彼得所讲话，讲你将来会互人带去你一个原本无爱去的所在啦。但是，就算是安尼，要用你的性命来荣光上帝。所以，毋是你有爱去也无爱去，是你的性命要伫即款的所在来荣光上帝，这才是重点啦。咱拢知影，彼得伊的性命内底有一个真大的记号，就是，互人讲伊3摆无认耶稣，伊家己嘛感觉真见笑。伊厝内底所讲的，伊讲我愿意，我愿意。总是伊的身躯啊，伊的身躯得袂着伊所讲的话啦。就亲像咱少年的时阵，来到伫教会，拢每一年年末的时阵，拢会立志，说我新的一年要怎么样？我新的一年要把教会打扫一遍，我新的一年要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我新的一年每天早上要6点起来晨更灵修吼。当年拢安尼讲啦。啊，我会记我少年的时阵，逐年嘛拢安尼讲，
但是无一年有做有够的，6点到啊，又把闹钟按掉。身体跟不上心灵的情况，其实彼得伊嘛经过了个做即款的情形，伊的身躯其实得袂着伊心内所立志的。总是我感觉上帝恩典，耶稣基督有怜悯着伊。耶稣3摆问伊讲：你有听我还无啊？我知影你的程度可能到遮尔，但是我要问你，你心内真正对我的听有偌济？你怎样来回应我？安尼就好。就是用你全部的气力，用整个的咱来演讲上帝，尽力就好了，毋免100分啊。但是爱求进步。我想彼得了后，伊的生命的确有一个真水的展现，就是伊转变啊，伊的生命有一个真大的改变。直到伊会当用伊整个的生命来演讲上帝，甚至为上帝、为耶稣来牺牲、来奉献伊的生命到伫死啊！我想这是一个真水的见证。当阮2012年去到伫缅甸上界庄卡的所在服侍的时阵，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战。迄是一个敢若亲像台湾50-60年前的时阵吼，无有自来水啦。我想咱台湾50-60年前已经有自来水啊啦吼。伫阮的庄仔头内底是无有自来水的，大家拢抢这个井水。啊，若无就是去这条溪啊，吼，去这条河流、这条溪去洗车、洗头发、洗澡、洗菜、洗米，吼。啊，阮的车吼是足自然的，是即款的 BMW， 就是牛车吼，这是阮的会友。哦，这是阮的会友，这是阮的会友，伊住伫阮兜隔壁尔吼。所以咱能想象伫迄款的情形内底，定定停电，缅甸不用电，靠水力发电。伫迄个庄卡的时阵吼，我带阮的细囝，迄当阵伊才8个月大尔，伊有一个真重要的任务，就是爱饲牛，吼，因为莫互牛走入来阮兜，会甲遐阮种的菜拢打死。所以伊自细汉的时，伊就接触遮个真自然的环境，这是阮兜吼一个铁皮屋。所以伫迄个时间过程中间，我感觉阮的后生伊嘛承受真大的挑战啦，包括可能离开台湾了后，侪会袂适应，嘛是阮生命中间的一部分。其中我印象中有一摆，就是阮伫一年热天的时阵，有经历过这个10灾吼。咱讲知影圣经内底有10样灾害哦，各样的虫害。伫迄年的热天哦，因为阮兜毋是密闭式，迄个铁皮屋中是有芳的哦。啊，阮的迄个窗仔门是迄个砂砖，就是中一空一空安尼吼。想要到热天的时阵吼，有一天阴暗，迄个大水蚂蚁，咱知影翅膀会断掉那种大水蚂蚁，差不多有真正目睭拄都踢开种情形，冲入来阮兜啦。因为阮兜有开电火吼，我还当冲入来。啊，了后过工去扫，就是亲像去毒品共款吼，已经有一堆的尸体伫这个所在。啊，这是因的翅膀，断规路吼。啊，这张相片拍无清楚，这是蜘蛛。啊，这张是迄个蜈蚣，互阮拍死的蜈蚣。差不多亲像即款的环境啦吼，我想对阮来讲啦，你若互我拣吼，其实我嘛足惊吓，我嘛无爱去即款的所在啊。啊，到底是为怎样会去？我想伫即个过程中间，毋是讲要去展英雄，讲啊，我足够啊，我足够忍耐，毋是即个意思。迄在是上帝互大家人的呼召拢无共款，只要咱认真去回应，就是讲咱有尽咱的本分去做，安尼就好。就迄个10灾的经历过了后，我就即个当地人民即个村民来请教讲，请问你们平常怎么样防虫啊？因来甲我教讲啊，你要拿一袋石灰，就是我手内底摕即个石灰，可能即个电火哪会当切掉，可能较清楚。我就拿一袋石灰，抹在我们家的墙壁的周围，这是弯刀了哈，这是弯刀的墙壁的周围啊。希望这样子可以除虫、防虫，不要进来我们家哈。还真的有效果哈，真正有效。总是哦，想要到哦。外口虫无入来，总是厝内底虫也走袂出去。伫迄天夜晚吼，我拍死7只鸟鼠啊，伫阮兜啊，用这个球棒哦。我没有放那个老鼠的照片哈，怕大家影响食欲这样。
伫迄个过程中间，我感觉有当时啊，实在是足想要转来台湾哦，尤其是你搁带一个细囝，细囝若破病的时阵，真正有当时啊，毋知要安怎，毋知要安怎。伫迄个过程中间，阮伫即个庄仔头内底做福音的事工，主要是伫一间学校内底做老师。我教数学、教电脑。我的太太、我的夫人人，伊教英文、教音乐。阮恁兜的即个客厅真大。就平常时开放，互阮的学生下课了后来做安亲班、补习班，无收钱，免费甲你教，就安尼学生做传福音的事工，也会当借着即个老师的身份，就去探访每一个学生因兜。因为你若是讲你基督徒，还是讲你牧师吼，人无爱互你去呢。但是你讲我是老师，我来关心恁兜的囡仔吼，学校的表现怎样，因就种足欢迎的吼，伫迄个庄仔头内底。就安尼，伫迄个所在做福音的事工，当然也会参与着因日常的生活吼。有一届我去做人，去互人请人客的时阵啊吼，就坐甲遐人共坐倒吼。这张相片我非常的介意吼，我称这张照片是天国的宴席。为什么我安尼讲吼？因为阮遐请人客，毋是讲排名吼林牧师坐遮曾正公长老坐遮吼，毋是因遐无排名，都是钟仔扬落了吼，自由入座。我嘛是入境随俗，钟仔扬落了，我就自由入座。入座了吼，大家就自我介绍，因为食饭袂当无讲话嘛吼，太尴尬了。我就自我介绍，伊讲你毋免介绍，因为我姓赖，你毋免介绍啦，阮庄仔头内底人拢认捌你，一个外国人，阮拢知影你是啥物人。总是换因自我介绍。伊讲，赖老师你好，我是即个帮派的老大吼，负责管理整个缅甸金三角的什么所在安尼。我听一个讲哇，这么大有来头啊！另外一个嘛足诚实的，伊讲我是专门卖毒品的吼，我叫阿炮哥安尼吼。哇，我遐是毒品的产区啦吼，所以非常的俗啦吼。伊有甲我介绍这个流程安尼，哇，每一个人拢大有来头，而且非常的诚实，以自己的职业为荣。我想讲，哇，很少遇到这么诚实的人吼。就安尼做伙食饭真欢喜，总是咱拢毋知影讲，伊到底因食啥物款的菜吼，所以互大家要看卖，这桌仔顶有4项菜，有倒一项是我无食的。什么人又猪血汤？牧师又那好厉害，还佫有一个姊妹又猪血汤，真正，迄所有的菜拢真赞哦。敢若猪血汤我无啉吼，因为我介绍这个猪血汤的制作的过程，因就掠一只猪仔来，足大只的，摕迄真内的刀仔对猪的颔棍插落，插落了，摕一个生鲜的面汤去熏迄个火，熏，互伊伫遐流迄个火，了后迄个。厨师非常厉害，迄个刀仔就对迄个猪仔颔棍才撩落来，开膛破肚了，摕出一个猪肝、生猪肝吼。我是远远徛伫遐看，我毋敢伤活去。我远远徛伫遐看了，我感觉看到迄个僵尸片吼，就是讲有差不多3个人、4个人伫遐安尼食物件，我毋知因咧食啥，伫迄个猪的尸体边啊，伫遐咧讲。我看我惊是因为伊面拢火嘛，食了，佫抬头起来看我，安尼啊。因讲赖老师，你过来。我讲创啊，伊讲你过来啦。我遮有一块猪肝吼，切一块要留互你的呢，你紧的过来食。我讲毋免啦，你食就好啊啦。这好料你食就好啊。伊讲无啦，赖老师你过来，你来食。我讲毋免啦，我著退后，你知，我毋敢过去。伊讲你来啦，你来食啦，专工留互你的呢。平常一般的人是无，你知哦，我留互你的呢。你来，我讲毋免啦，你食就好啊啦。要啊伊生气呢，你搞过来。我讲著食一个猪肝尔，你安遐生气是安那吼？伊讲你知影咱整个庄仔头内底，你上可怜，你知哦？我讲我啥安那上可怜？伊讲你弱势呢？我讲我弱势。嘿啊，整个庄仔头内底，敢若你一个人顾目镜啊！你弱势，你知影？
你目睭无金，足可怜的。你来食即个猪肝了吼，你目睭就金安尼，毋免搁顾目镜啦。介绍你啦安尼啊。哦，感谢主，要做宣教士，我那无简单。我讲好，决心，甲你拼。我讲好，对单以后我继续顾目镜。就是讲我无爱食，我无图食。但是因足干的恁啊，甲迄猪肝切了吼，切到幼幼幼安尼，啊，放伫你的菜内底，你拢毋知影。所以我到尾我嘛是有食。上落尾迄个花已经流焦对无？迄个猪花啊，已经流焦伫面桶仔内底，伊着放一支汤匙仔伫内底，了后拍死落去。对每一个人啉一喙，一喙了后袂当加啉哦。啉一喙了后，现场所有的人用迄支汤匙仔，甲猪花拢啉焦安尼啦。所以到伫我面头前的时阵，我讲我嘛拍死落去，我无啉啦。干那迄花我毋敢啉啦吼。但是我伫迄个过程中讲，我咧想真趣味啦吼。迄个猫肉嘛毋是我敢食的，但是因着用的了，放落你的菜内底，伊嘛无爱甲你讲，啊你嘛毋知影，啊总是感觉真奇怪，那亲像鸡肉甲鱼仔肉的综合体安尼吼。因讲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呢，因为迄只猫啊，昨暝伫因兜偷食鸡仔囝吼，所以去互主人甲讲死。啊，遐个肉是非常的珍贵吼，袂通浪费。讲死只猫了，就甲伊尸体做料理安尼啦。我想现场若有爱猫的人士，请你毋通责备我，因为我嘛毋知影当初是哪会安尼吼。伫迄个过程中，也有拄着侪恶担当的事，包括我的太太有得到即个出血性的登革热。吼，咱知影，这是有性命危险的啦，吼，这是有性命危险。啊，包括伫我的细囝啊，伫差不多3岁半4岁中间，要送伊去当地的幼稚园，吼，因为即个语言袂通啦，吼。当时阮有甲即个老师交代讲，老师，请你好好啊照顾阮的囡仔。因为伊可能甲一般的囡仔较无共款，是伊讲话，恁的语言对阮来讲抑阁无真熟啦吼，所以我的囡仔听恁的话可能听无啥有，请你甲阮帮咱照顾一下安尼吼。想要到讲哦，去无一礼拜了，我去接伊的时阵吼，伊迄天穿一领蓝色小背心，我去接伊的时阵，迄领蓝色小背心怎啊挂伫咧幼稚园的门口拢是血啊！我讲啊，这着阮囝的3年啊安尼。啊！我入去真紧张，我就去问讲：老师，阮囝伫倒位吼？伊讲无代志啦，伊就是耍迄个溜滑梯吼，跋落来尔，啊头壳才破一空安尼尔啦。啊，血流甲规领衫拢是。伊讲啊，这无代志，对，你缅甸吼日常生活啦。我听者吼，理智线啥物断去，你知影？我讲发生遮尔啊大个代志，你嘛好心敲一下电话来甲我讲，我来接囡仔嘛。伊无呢。伊就用一个 OK 泵甲打咧安尼啦，啊花在伊流呢，敢若袂死啊！我迄个时阵哦，我足想要倒来台湾，我通袂讲。伫我的性命中间吼，啥物拢会当奉献，敢若阮囝的性命袂使奉献。对我来讲，总是上帝伫咧过程中间会挑战我。恁若真正保守恁后生的性命，我看即个工课你若我无才了做。所以我一摆思考。到底是怎样？我去到伫即款的所在来即款的服侍？对伫我来讲，上界重要就是我的性命也有亲像经历过彼得即款的转变。当我入去新学院的时阵，因为我是读7年久的时间，对大学部4年，到伫研究所3年的中间，伫新学院接受装备。当时我拄啊入去新学院的时阵。我的性命的状态也是无讲真好势，真搞怪，真爱舞东舞西。哦，伫礼拜堂遐伫遐咧舞东舞西，你看即张相片啊，你就知影讲啊，即个囡仔敢若扣工吼，毋知要安那呢？啊，你要新学院啊，搁安尼吼？甚至有一摆做学生会会长的时阵，伫研究所2年吼，搁带所有的同学起来，学校来抗议啦。学校非常的头壳疼，讲即款的学生毋知要安怎教，你知影？总是伫所有的老师的包容、宽免教导，伫上帝的大权能下骹，性命得到改变，渐渐改变，悔改认罪了后，
才有法度毕业。我想这是一个上帝真大的恩典，也是我生命中间伫信仰有一个真大的转变，来成做一个器具，互上帝来使用。迄款的恩典，互我想着讲，其实即个世间也阁有真侪亲像我即款的人嘛，都是因也毋捌耶稣，也未经历过圣神的关联，生命无得到改变的时阵，真可怜呢。毋是干那咱台湾，全世界也阁有侪侪所在，亲像即款的所在。伫当时，咱才会当去甲因介绍讲，咱的耶稣足好诶，咱的耶稣上介赞，咱的上帝会当改变咱的生命，脱离迄款黑暗的情景。所以到伫我毕业的前一年，林鸿信老师也是台神的前院长吼，即摆已经退休啊。伊就问我讲，伊讲你敢有想要去到一个无共款的国家？去遐做宣教的事工，因为咱周报内底看到即个精兵协会，就是林鸿信老师伊所创立的啦，专门要鼓励青年人去做海外宣教的事工。伊常常甲阮讲马偕博士的故事啊，马偕博士对加拿大来台湾了后，设立侪侪教会，直到今仔日有咱的长老教会真好的发展。总是伫今仔日，咱敢袂当回想讲。咱长老教会伫当时才会当亲像马偕安尼啊，继续派出侪侪的宣教师去到伫国外无福音的所在嘛。10个内底一个就好了，也是讲20个内底一个就好了。所以伊就逐年安尼鼓励阮，伊也亲身带阮去到伫缅甸即个所在做福音的事工。即张相片就是2010年的时阵，伊含谢达利牧师啊，甲我的太太。啊，甲一个音乐系的同学许俊慧，阮就做伙5个人去缅甸探勘。转来了后，就决定要去缅甸做宣教。我想，迄就是一个上帝真大的奇妙的带领啦吼。因为对我甲阮的太太来讲，伫迄当阵也是男女朋友，还未结婚。总是伫迄个旅程转来了后，阮就祈祷讲，上帝敢有呼召咱去共一个所在去服侍咧？因为我想。在座咱若是有查某囝的人，应该袂将你的查某囝嫁互亲像我即款的人吼。讲要去缅甸，搭到歹去我查某囝嫁互你，是要来享享福的啦。你要甲伊好好照顾，好好甲伊保护。所以我就甲我的女朋友甲伊讲，我感觉上帝有感动我，要去缅甸做宣教的事工，而且是去迄个上界艰苦、迄个庄卡无有水、无自来水的所在。毋知你敢有想要甲我去？若无？咱毋好结婚啦，若有，咱就做伙去。所以，阮就分开祈祷，伊祈祷伊的，我祈祷我的，阮就分开祈祷。我讲，若无共款的异象吼，毋好做伙行天路。感谢上帝，即个查某囡仔，我的女朋友，迄当阵伊有讲，上帝嘛有呼召伊要做伙做即款的服侍，所以阮就结婚了后，带着阮的细囝去到迄个所在来服侍。我想这是上帝真大的恩典，互咱看到讲，即个世界还阁有侪侪人还未信耶稣。虽讲即个人真细啦，吼，总是我读一段就好。伊讲即个框框内底是40之窗，意思就是讲，伫即个长方形的框框内底，大部分的国家拢是上界送向基督徒上界少，超过20亿的人口还未信耶稣呢。拢是上界送向的国家，包括缅甸、中国、越南、辽国、孟加拉、印度尼泊尔、吉尔吉斯坦等等这些国家啦。伫当时，咱台湾才会当亲像马偕博士的精神，对于台湾出发去到这也未有信耶稣的国家来与因分享福音。我想这是上帝对伫全世界一个真大宣教的意象。当阮伫庄卡咧服侍的时阵，对我来讲有一个真大的恩典，就是我一直望讲有人会当来信耶稣，学生内底有人会当接受更较好的信仰的造就，伊的生命会当得到改变，亲像我共款。所以伫迄个传福音的过程中间，阮定定甲囡仔做伙，带因出去佚佗，带因去食好料。这张相片是我家己翕的，因为我将我的翕相机放伫咧。即个岸边吼，按下自拍键了就装落来，想要到怎啊拔落吼，拔落了爬起来拄好翕相安尼吼，拄好翕着我安尼吼。
这时我要讲的毋是我要讲这个叫手机砸着这个查某囡仔，他那一年才国3而已吼。伊跟我讲，伊讲老师，我国3之后我就不能再念书了。我讲为什么吼？伊讲伊无爸爸啦，爸爸已经过身去，因妈妈已经改嫁，伊敢若剩因阿嬷甲伊2个人带做伙相依为命。我讲你国中毕业，你无要读册，你要做啥物工课？手无缚鸡之力呢，一个查某囡仔，但是足够读册，伊伫阮班拢是第1名。伊讲我要去迄个中国甲即个缅甸的边界吼，去遐做工课。我一听了，我知影规个人拢昏去，你知影？因为咱知影中国甲缅甸的边界拢是啥？毒品最泛滥的地方，赌场最多的地方，政府管袂着上界黑暗的所在。一个查某囡仔若去遐吼，若毋是做诈骗集团，就是走入8大行业。伊讲伊要去遐做工课来诱惑伊的阿嬷呢，我听一个足毋甘的啦。伊讲我的阿嬷养起我大汉，我想要用我人生来诱惑我阿嬷最后这几冬，我要去遐趁钱，趁大钱，将钱寄倒来我阿嬷过好日子。我讲哇，实在是真友好啦，但是嘛真不忍心啦吼，一个高中生就要安尼，我讲袂使，就讲老师不准你去。我讲你像你遮尔够读册的查某囡仔，咱来继续甲伊栽培嘛吼，互伊读高中，甚至若有机会读大学啦，伫阮遐是足无可能的代志。查某囡仔想要读到高中是无可能，但是伊足特别的，我就家己鼓励讲，你爱来继续读高中啦。伊讲老师，我无钱呢，我阿嬷需要人照顾。我讲无关系，咱做伙来祈祷，求上帝来引带，来帮助咱。就安尼，我就转来台湾。为着因即款的学生来设立一个奖学金，转来台湾募款，募到即个奖学金就为因奉献，互因会当对庄脚去到伫都市，他2点外钟的所在，去都市去遐大读高中，才青英透过咱台湾的奖学金为因奉献。问题来啊，伊讲老师，我阿嬷啥物人要照顾？我讲对吼，我搁请一个。即个照顾因阿嬷的帮佣啦吼，额外吼津贴照顾因阿嬷。伊讲好，安尼我去。伊就安尼读高中3年了后，伫第2年的时阵，我甲伊行洗礼，伫教会内底，伊有信耶稣。伊讲感谢咱台湾教会为伊来奉献，也照顾伊的阿嬷。到伫伊高中3年毕业的时阵，因阿嬷过身去。伊就考到台湾的大学，即马伫咱台湾读大学已经大学4年啊，明年就要毕业啊。你看这是咱台湾教会做伙参与的宣教事工呢，这毋是我一个人做会到的。当我每一摆去到无共款的教会来分享的时阵，侪的兄弟拢家己当做是伊家己的查某孙仔共款咧听啦。讲这就敢若亲像阮查某孙仔共款哦，我会当做因阿嬷、做因阿公啊，我为伊来奉献。为即款的学生囡仔来奉献，互因有机会来改变因的人生啊！伊即马伫双连教会聚会，伫已经教会做小组长，带青年呢。我想这是一个真水的生命改变的故事，也互咱看到讲，咱做的事工，毋是宣教士伫头前做就好啊。其实咱后壁有侪教会的支持、甲鼓励、帮赞，互即件事会当成啦。亲像即款学生后壁佫有第2个、第3个、第4个，这拢是做生命改变一个真大的福势。最后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我甲我的篮球队吼，因为阮要搬入去，搬离开庄脚去附近的一个小城市的教会学校伫遐咧服侍。总是去到迄个教会学校服侍时，嘛是做老师，学生都来传福音。迄是一间教会学校内底吼，侪学生囡仔，因就是，亲像我头才讲的吼，无啥好势安尼哦。咱一般台湾人讲的就是讲捡到的毋正囡仔吼，学校读到真疼啦，想要甲因开除啦吼。我讲袂使啦，咱是教会学校，咱爱用基督的疼来疼因啦。你若感觉因足麻烦的，将因交互我。
就这10几个囡仔吼，就校长就交我来处理啊。我就甲问讲，请问恁平常时除了冤家、翘课、相拍、食薰、食毒品以外吼，恁有啥物兴趣也无啊？因讲老师有啊有啊，阮最爱拍篮球的。我讲刚才主毋是豺狼帮会，因的兴趣是拍篮球。我讲那会遮拄啊好，我嘛最爱拍篮球的呢。无安尼啊，咱会组一支篮球队，我做恁的教练，来教恁拍篮球，好无安尼？因讲老师，你不要闹了好不好？你还下着咧？我凊彩一个人嘛拍赢你，教阮拍篮球是对啊，毋对啦吼。我听一个我分气，毋知要怎应。我讲莫安尼啦，互我一个机会啦，因为伫阮圣经内底所讲的，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得刚强。今仔日我若生到190几公分，来教恁拍篮球，迄无奇怪，迄个正常，对吧？都是因为我做所以我要见证的，毋是我足够的，是要见证耶稣基督伫咱的生命中间有一个真大的转变的能力。我真正最爱拍篮球的，我到学校毕业，到打40几岁，骹有手术过2届，还搁咧拍篮球。所以我对遐战术吼，迄领导的迄个，我拢真了解，毋是讲真正的教练，但是我拢真有研究安尼。我讲你互我一个机会啦，我带恁拍篮球，我甲恁组球队训练，互恁成为一个团队。若无恁好像一盘散沙这样，各自为政。而且有一个好处就是讲，我倒来台湾替恁募款，因为要做一支篮球队无简单呢，因拢无穿鞋仔呢。我讲倒来募款，替恁募这个球衣，台湾的明星赛上届赛，搁替恁募这个球鞋，篮球训练的设备等等。伊讲好，咱来试看卖。阮就甲伊号一个队名，号一个球队的名字，反正崇洋媚外。来和一个 question， 你讲老师，什么是 question？ 我讲 question 就是英文里面的问题啊。讲哈，你讲我是问题学生，所以组了一个问题篮球队安尼意思，我想是你莫生气。我讲这个问题意思是吼，中有一个 T 啦吼，这个十字架最大的中心。总是咱每一个青少年，敢若伫咱的生命内底有拄着问题，找无答案迄款的艰苦啊，亲像我少年时共款。总是我相信，伫咱的信仰内底会当找到答案。所以每一摆祈祷的，每一摆练球的时阵，拢是祈祷大声。一般的青少年团体，还是讲咱聚会1礼拜1届尔，对无？小组嘛是安尼嘛吼。阮的球队1礼拜聚会3摆，非常认真，因为爱练球啦吼。所以每一摆练球进前，就是先祈祷、读圣经，讲 Stephen Curry 的故事，讲遮林书豪。篮球员的故事，拢是基督徒的故事。甲因讲，生命的改变伫咱的中间是非常的重要。安尼，咱才有可能成做一个团队来拍篮球。就安尼训练，1年半的时间，阮准备要去参加一个全市上界大的比赛，敢若咱台湾的 HBL 安尼哦，全市的联赛安尼哦。要去参加比赛时阵吼，阮去报名嘛。就拄到一个困难。首先，报名单位甲阮讲，赖老师，恁这个球队吼是9.5的球队呢，恁的学校吼遐尔啊细间，阮这是全市最有名的联赛呢，你们来报名啊，笑死人啊！看袂起阮，你知影？我讲，你讲9.5是什么意思？我听无。伊讲9.5的意思是讲，恁球队内底敢若10个人内底有一个人敢一支手尔，你知无？不知大家有看到无？我们有10名球员，其中有1个人只有1只手，安尼是要哪拍篮球？怎么样来参加我们这个联赛啦？吼，不知大家有吹到无？因为我这个，刚才我都显现这个红点点。伫我的顶面的边啊，一个5号的球员，一个，对，这个，伊的倒手杆这边是断去的，所以就甲伊藏起来，伊无互大家看到。
伊听到这个消息了，伊就真艰苦心，伊讲啊，主办单位禁止我们有这个身体残缺的球员上场比赛。但是伊跟我讲，教练，我真的很想打篮球，我可以比赛吗？我讲你有信耶稣无？伊真正有信耶稣，毋是我家逼的。伊尾啊真正逐礼拜六拢去教会聚会，啊落做礼拜。我讲你有信耶稣无？伊讲我有信耶稣。我讲好，用你的性命来荣光上帝。我要互你比赛，而且你去你比赛的时阵，爱甲你的衫脱落来，因为伊平常时拢穿外套，伊无爱互人看到伊的无手的这支手，拢甲伊藏起来。我讲袂使，我们要拍宣传照，因为募款，请你甲衫脱落来，用你的性命来荣光上帝。去你比赛的时阵，爱互大家知影，你就是阮球队的一份子。你去你比，去你投球，伊一样投三分球呢，一支手投三分球，我都想象，非常厉害。伊拍篮球非常的厉害。我讲你去你投球，投袂入去拢算我的，投入去拢算你的。总是无得惊，也无得论，去你见证荣光上帝，好好拍。因为我带球员是安尼啦，就是讲，毋是我伫边仔分迄个 BB 仔叫因做安尼尔，是我若叫因投100粒球，我嘛投100粒球。我若走操场10连，伊嘛缀我走10连。我若做伏地挺身做100个，伊嘛缀我做100个。伊一支手嘛做100个呢，迄完全无共款。所以伊是一个非常努力、非常努力拍拼的球员，就安尼吼，一开始去用笑啦，讲啊，恁这拢捡到的，毋是啊囡仔哦，拢遐食毒品的哦，食薰的哦，一般的人，无经过什么比赛嘛，佫一个乌白来的什么台湾的教练吼，啊，即款的球队也要参加阮的比赛，去互人看袂起哦，刘兄这歹势哦，迄年的冠军就是阮，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徛伫我边仔，即个比我较矮呢，有看到无？即个啊，比我较矮。阮是真真正正的虾兵蟹将啊，拢是别间学校无爱的球员，阮甲因捡起来安尼啦。得到冠军了后啊，侪教练、学校老师拢走来甲我问讲：，请问你赖老师，你是用啥物款的魔法，还是你互伊食啥物乌罗肥迄？哪会变啊厉害？哪会安尼？我讲你误会啊啦，毋是我啦，是阮的耶稣基督帮助阮每一个人的性命得到改变。因为对我来讲，得到冠军毋是我要爱的，得到冠军并无啥物了不起。我要爱的是看到这个青年因的性命得到改变。伫这1年半、2年的中间，阮的青年对食毒品到戒毒毒品啊。对无爱读册，到伫专班前3名啦；到伫无信耶稣，到信耶稣，其中一个来台湾去到大学来读大学，即马大学大3啊啦。我要讲的是，透过耶稣基督伫因的性命咧，有一个真大的转变呢。这是咱宣告福音上界主要的目的，毋是要摕冠军，因为摕冠军就安尼过去啊啦。总是透过这个冠军也福音安尼渐渐摊开伫迄个所在，讲知影即间教会学校即个球队是基督徒的球队，是用基督教的信仰来拍球的。因为阮拍球无用迄个垃圾布呢，光明正大的打球，诚实为上。所以就兄弟，我想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做奇妙的代志。也互阮这一路上对伫英国、伫缅北华语区，到伫将来2018年受训了后，要前往缅语区，就是咱头只周报内底所看到的即个缅甸曼德勒的计划。我希望会当继续来效法英国宣教师的精神，无论是马街、马雅国，侪宣教师伫台湾做一个跨文化宣教的事工，咱也就照因的脚步。继续安尼来行，虽讲头前的路犹原无好行啦吼。今年7月到8月份的时阵，我有机会转去缅甸一转。因自从政变了后，情形拢无搁较好，每况愈下，非常的恐怖。
街头到处都是军人、警察，准备镇压内战不断的地方。所以，最人拢口劝我讲：啊，你会当留伫台湾啊啦，毋好阁过去啊！你的囡仔嘛，着爱读国中啊吼。为着你的家庭来想看卖，是毋是即一摆了后就留伫台湾，毋好阁过去啊！总是即摆转去了，我有一个真深的感动，就是讲，咱若知影一个所在若是有火烧厝，还是讲有灾难的事故发生的时阵，咱拢爱派消防员、救难队员入去嘛，对无？火烧厝的时阵，大家拢走啊嘛，但是只有一个人撞入去，就是消防队员嘛。因为这是消防队员因的工作，伊的使命，伊的任务嘛。对我来讲嘛是安尼。所以我想，英国马介也无放杀台湾，伫咧中法战争的时阵、战争的时阵吼，伊也继续带因全家转来到咱台湾服侍。我想亲像即款的精神呀，咱也着继续落去。所以，我有决定明年要阁继续转去伫迄个所在，继续来做福音的事工。对于一个咱可能讲无爱去、无愿意去的所在，讲我愿意，我愿意。所以对伫我来讲，毋知影将来的路会怎样来行，有可能伫一个真黑暗的即个国家内底，会当做的代志也无会做。总是若亲像伫黑暗中点倒一拍电火共款。只要你点，我点，伊点，咱大家做伙来点。我相信，我也望上帝的话、上帝圣神的气力，会伫迄个所在来做奇妙的工作。感谢大家。感谢主，透过广福牧师所分享的，互咱会通安尼更清楚了解到，当上帝伊将伊的心意放伫咱的心内时阵，咱是毋是有欢喜要来回应？咱有当时咱会讲我气力无够，但是咱气力无够，有人咧做，咱会通用着咱有的气力来帮咱。所以咱酒杯内面嘛有放即个奉献地，咱期待讲咱会通来为着安尼即个宣教事工来做。你看卖啊讲救一个青年人，互因安尼无因为安尼来离开去到伫即个缅北，甲着即个中国的即个边界了，即个囡仔可能就安尼来丧失去。咱救一个人就是一个。何况咱救着一个，搁互伊家栽培了，即个囡仔以后，伊长大有好诶即个迄个咱讲安尼得到好诶学习了，当伊若有机会，搁当去到伫因家己诶国家伫遐，会通有机会帮助即个国家来得到反转。这是咱无法度去想象诶，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所看到所听到求主，互咱真正会通激励咱欢喜来回应也互咱真正伫咱所会通做的事工顶面，咱嘛欢喜来参与。因为亲像讲，咱伫咧教会内面，咱即马咱咧做这关怀这事工嘛是共款。咱毋知影讲，咱敢若做小小的事工，但是却要造成一个家庭的改变。迄个家庭要因为咱所做的。因嘛要得到改变，所以广福牧师伫咧缅甸遐做宣教，咱嘛伫咧遮做关怀，透过关怀来做宣教，互咱所做的拢会通，互上帝、互主耶稣伊的迄个大能力伫咱所做一点点的即个小小的事工顶面，得到一个真大的果效。头仔广福牧师嘛讲起着，毋是咱外教。是主耶稣教，所以咱只要安尼，当咱愿意来回应的时阵，上帝伊就做工伫即个中间，所以咱安尼用着咱的心来回应咱的主，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借着阮今仔日即个大工的即个主力，愿你
亲自来诞生伫阮的心内。愿你的神来伫阮的心内来生长富裕，互阮来欢喜来回应主讲主，我伫遮，请找我。不管阮对主你所领受的是啥物款，求主无拍灭阮你伫阮心内迄款安尼的迄个感动，阮就伫咧迄个中间来安尼参与伫主你圣神的做工的内面，互主你家己亲自来成就你的心意。伫不管是伫咧缅甸、伫台湾、伫任何倒一个角落，阮拢会通安尼来为主你做迄个好的工。特别是伫咧即个大工的主你，主你搁一摆来激励阮、帮助阮，互阮伫咧超出迄个伫咧黑暗的中间的迄拍灯、迄拍光，主你就伫咧迄个黑暗的中间点着阮的心灵。也互阮会晓欢喜来将安尼迄个迄拍灯，也来点倒伫阮四周围的人的中间。祈祷拢上课出出叫做圣名，阿免。这时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46首，圣诗46首，圣主未在，因无言辞。咱请起立，咱来吟全首。请坐。这时，咱来感恩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奉献，然后第一遍来毋知影奉献的意义，且毋通奉献。请咱准备心，这时咱请李吴承安甲李恩心。
亲爱的主上帝，阮要感谢你，祈求你的大恩来祝福咱每一个人，会使伫你的内面有好的关系甲互动，会当心来陪伴你的领导的时，求你的心一家人伫地。阮只是奉献一撮真恩，做教会的护用，求主感纳。阮的恳求祈祷拢是奉靠救主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来读本周的金句，根据马太福音第24章44节来，所以恁着准备便便，因为因主会伫恁想袂到的时阵来临。和合本来读一遍，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马太福音第第21章44节。好，我们接下来迎新的报告。首先我们要感谢台湾基督精兵营的宣教的广福牧师，我们再一次在这里我们鼓掌，我们谢谢他。其实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参加这个台湾基督精兵协会那我参加基督精兵协会是因为我们教会一个秘密就是我们社青的这个洪彦云就要我去参加，这个好几年前那在参加基督精兵营的时候蛮有造就的那时候的社青在两三年前，我有要参加他们缅甸的宣教，结果要去的前一天他们的车站被炸掉了，结果就请我们不要，就叫我不要去了所以那个比炸，你看他们在那边是多危险的在这里也祝福我们广弘牧师在那边的宣教好，我们用鼓掌再次谢谢他对。今仔日唔就新来的朋友无？来，我们是不是要请介绍一下？好，杨先生欢迎来我们教会礼拜后我们有邀请有参加携手爱无限的培训的兄姐先留下来，我们要办一些1对1的关怀的操练操练之后长执会要举行，请长执预备心。好，第二点我们每天都有感恩的日子那教会有准备每户1份月历在招待桌请兄姐再自取第三点那下主日普世的圣经主日圣经公会将派郑宪仁牧师来代表他们公会前来请安报告跟证道我们为他们来代祷跟奉献第四点请各团契明年度1到3月份的聚会安排的内容请交给我们办公室，以利下一季的制作安排。第5点更生团契每年都会主办天使式的活动关怀这些受刑人或许你没有时间可以付出但是你们一定有满满的爱爱需要你们的代祷跟奉献好，这是用行动来表达好，那有关第6点那请他跪拜第7点嘛，请跪拜。第8点有意洗礼的兄姐请向那个教育部的曾碧光长老来预约我们在圣诞感恩的礼拜，我们能够有成人的洗礼
第9点请各团契的会长要预备明年度的施工报告将这些功课要12月25前交到办公室有关肢体报告还有圣诞的一些活动请来规划请顶周聚会出席甲报告，请来规划安排着事项的请来准备。老师有来报告。兄这边咱较等的礼拜三要邀请咱迄个有参与伫咧即个洗手爱无限的这个同工咱小留落来，咱用安尼差不多约半点钟的时间，咱要来小可训练迄个当咱去到伫即个弱势家庭的时阵咱甲伊伫遐咧聚接的时阵有可能你会去拄着的问题，咱安尼1对1的方式来去安尼做一个安尼实际的演练互咱小可有一点安尼知影讲心理准备，讲你可能会去拄着啥物款的代志好所以请咱有参与的迄个同工，请咱安尼将即个时间小可留一时咱佫过来就是咱的迄个天使树的部分，麻烦若抑佫有感动的兄弟，赶紧来为着天使树的即个事工来关心奉献咱过来就是咱的即个规个圣诞月内面，咱即马伫咧即个第6页内中中间有提起着即个有关，特别是伫咧陪谈陪谈的部分即马真欠同工咱若安尼。上帝伫咧心内有迄款的感动，你欢喜伫遐甲人安尼伫咧迄个圣诞晚会时阵会通安尼甲有欢喜要来回应上帝对因的迄款的呼召的兄弟咱会用伫迄个中间来甲因安尼陪谈嘛，即种嘛是会通增加咱伫咧即个信仰顶面咱的一点造就咱若有安尼迄款的感动的，嘛会通伫咧即个招待到即个所在来伫遐登记佫过来，咱会伫咧即个咱的赖群组内面，嘛会将即个名单列出来。其他若讲你抑佫有安尼要爱的要参与的，会用伫咧面顶来登记安尼。以上的报告。这时我们来祝福公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上帝。昨天选举已经告一段落，不管我们投票所选的人有没有当选，求神引导我们放下各种高亢或低落的心情，回到圣经中的应许，选择你以积极的祷告、祝福来面对每一位当选人。求主在各地教会中兴起正直的人，能够长期以祷告和行动来祝福地方首长及各级民意代表，使这个城市都能因正直的人的祝福而得以被高举。本主日是待降节的第1主日，我们的教会信徒应该深深地思考主耶稣来临的目的，以及他在一生之中一切的行事和教训。而信徒应该以悔改的心反省自己的信心是否符合主的旨意。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待降节是灵修、忏悔、等候和预备的节期。一方面以悔改的心来反省自己的信仰生活是否符合主的旨意，并求主重新诞生在我们心中，使我们的灵命得到更新。圣经上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亲爱的主，感谢你赐下话语，应许我们求医治就得痊愈，呼求就得拯救。因此，我们的眼光更要仰望你，在信心中祷告，因为你必将南洋教会弟兄姐妹因疾病、因官司在危难里，
在危急当中拯救出来。圣经上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这是他给你的应许。相信在耶稣里，才有真自由，有他的带领，也才是真正蒙福的生活。亲爱的天父，求你坚固我们的心，赐给我们有专注的眼目，能单单仰望你，奔跑不厌倦。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吟山会诗圣诗402首，恳求主你的引带我的脚步，请起立。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渡过步步，假使我言行欠的是正，赞我道路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点，对找引带是迷路，这是我人生必经。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渡过步，假使我言行欠你是正，赞我道理遵守你诫命。是阮的主，我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对主你所领受的话，主你搁一摆帮助阮，互阮会晓得唤起阮，追找阮人生的迄个真实的性命到底是啥物，也互阮会晓得来回应主你伫阮心内的迄个呼召，互阮欢喜参与伫主你逐样的事奉。来见证主你伫阮生命内面所做遮奇妙的事，互阮不断照着阮所经历着，以及阮所讲的，以及阮所学到的，主你就不断来将你的丰盛的恩典甲你的大能来灌压伫阮所有众兄弟顶面。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伊。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必会。